未地未地，緊急呼叫，我要離開地球。表面上，導演借用華富村 UFO 呢一個都市傳說去講述一個科幻故事，但係其實有入場嘅觀眾都能夠輕易睇得出，電影蘊含住一個希望萌芽、生長、破滅，再到重現嘅敘述邏輯。所以 trailer 嘅標題就好似一個呼告，即使喺混亂殘破嘅時代，我哋都應該要擁抱希望。而呢幾年類似主題喺香港非常泛濫，由音樂、電影、文學到視覺藝術，所有人都不斷提醒我哋要心存希望，積極樂觀，要相信有啲價值係唔會改變。呢樣嘢本身當然冇問題，但係導演點樣處理呢種比較淺白嘅表達就好考驗功夫。喺劇情層面，電影嘅敘事框架非常簡單，遵從翻三個主角各自面對三種唔同嘅困局，最後匯聚喺婚禮上邊一齊衝破困局。角色命運幾乎同時代大事件平衡地對應，患血癌多年因而冇人生目標嘅何家謙，遇上97大限對未來更加消極彷徨。代表獅子山精神嘅陳子健，搏命揾錢移民，最終經歷金融風暴一鋪清袋。林可兒被上一代家庭以及社會期望捆綁，最終成為專業人士，並同為會計師嘅男朋友結婚。甚至包括結尾嘅 SARS， 雖然觀眾未必估到導演嘅鏡頭，但係所有出現嘅時間節點都係太過合理，缺乏咗新意。咁樣嘅走向會令觀眾由中段都可以預測所有嘅轉折，缺乏懸念去支撐。所以隨住劇情嘅推進，就好似睇緊一本香港90年代嘅文化說明書，唔會覺得好悶，會容易比較有共鳴，但係同時亦都冇乜驚喜。喺第二點，象徵意義層面方面， UFO 無疑係串聯成套戲嘅最重要隱喻。佢嘅定位係童年、純真、盼望，更加係面對現實重壓不堪重負時嘅精神避難所。然而，電影冇去嚴肅討論過時代轉變對於角色同埋價值觀嘅衝擊，亦都冇嘗試深化相信嘅內核。相信乜嘢？點解要信？信咗之後會點？只係將一堆所謂黃金時代嘅異象拋喺觀眾面前，要大家自己解讀。譬如華富村、430穿梭機、他媽歌詞、皇后大道東、半斤八兩等等，每一段失落都試圖靠集體回憶嚟化解，引導觀眾悲嘆今時今日嘅香港已經唔同咗，因為我哋已經失去咗自由、蓬勃嘅經濟、文化深度，定係張國榮梅艷芳？以97為大限本身唔係問題，但係導演始終冇解讀到呢啲象徵背後嘅意涵。如果觀眾共情唔到就好簡單啦，因為你冇經歷過嗰個最好嘅時代，你當然唔會理解啦。將責任反推返俾觀眾，亦都係呢幾年港產電影嘅習慣伎倆，包括九龍城寨、久別重逢、送院途中，甚至係年少日記。喺角色演繹層面，三位中生代演員對時代嘅普通人詮釋都係不過不失。一個冇未來嘅悲慘基層，一個努力奮鬥永不放棄嘅獅子山青年，一個盲目順從主流冇主見嘅專業女士。角色被設置為刻板印象嘅容器。當然我明白電影想記錄你、我、他，但係咁典型、簡單、片面嘅人，又係唔係真係咁寫實呢？如果記錄普通人，就等於將人簡化成為冇思想、冇深度嘅模板，咁呢啲角色就只係為咗劇情方面而設立嘅工具。最後亦點評埋服裝造型方面，4位小演員身處於80年代嘅香港，可以從中體會到劇組盡最大能力帶觀眾返到舊時。奈何小演員們嘅造型放諸返喺2020年代，亦都唔會覺得好出戲。單純睇畫面，實在好難說服作為觀眾嘅我，原來係置身喺舊年代嘅香港。
而到電影90年代嘅畫面，除衛斯眼角色造型稍有切合相應嘅年代感外，中生代3位演員嘅服裝造型同現代服飾幾乎無異，對話嘅腔調亦都冇舊香港嘅語氣同用字。如果唔係電影一路推進時代大事，單睇演員外形實在好難知道原來係講述緊90年代嘅場景。總括而言，呢套戲會係我電影評級入邊嘅第3級，有一啲可取之處，但總體而言遠遠比不上俾金像獎 DQ 嘅2部由黃秋生主演嘅電影《不赦之罪》同埋《今天應該很高興》。